工艺嘛是一项生活。德国就有一间有200年历史的工艺公司，因有超过90%的产品拢是外销卖去美国。不过即马美国的对等关税，互因的产品未来8面爱起价。不过呢，这间公司因无打算要甲生产线刷去美国，因是想要伫美国成立物流部门。胡桃钳是德国东部阿尔士山脉矿区的传统工艺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将在驻防伫遮的美军买来送互故乡的亲人，到即马已经变做年节送礼正穿的产品。史坦巴赫公司顶一代的经营者，伫咧2008年过身，如果拄到金融海啸，营运困难。即卖经营者伫咧10年前申请破产保护了后，重新进行业务。即卖公司有120几位员工。每年生产3万到4万的胡桃钳，超过95%的产品拢销去美国。对关税压力，史坦巴赫公司强调，为了要保留这项手工艺传统，维持消费者的信任，坚持生产线会留伫咧德国。另外，也传好物流对策，透过优化供应链，减少关税对产品计价影响。因果若是挡袂掉，也是有可能裁员。Wir überlegen tatsächlich, ob wir einen Logistikstandort in den USA aufbauen, dementsprechend auch Leute beschäftigen vor Ort, um Ware in die USA zu schiffen, vorher zu verzollen und den Kunden, die ja vor allem unsere US-amerikanischen Firmen sind, die Ware dann aus den USA heraus anzubieten, sodass diese nicht mehr mit den Zöllen umgehen müssen. 伫咧德国东部的马里亚堡阿尔士山区的手工艺，也伫3家和德国的高科文组织委员会认证正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良示范。所以一件胡桃钳有正大的历史能量，是正珍贵的文化财产。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